日天主快樂，阿們。喺看查馬做到將面笑笑，因為上帝嘅愛，阿們。感謝主，今日撇嘅日子，阿們。你見上帝生日嘅日子，只間咱叫阿里初定，你隆重上帝嘅愛，阿們。感謝主，按多新年來見當照，只間破少本提住啲禮界，哈利路亞！感謝上帝，上帝嘅聖言，有愛嘅心，有愛心，只間得到好，冇單殺舌，喺群見下照，按多兄弟姊妹，有大新年來，感謝主，破少家姐呢本就係上帝，嗱見當照那撇嘅日子。最快樂嘅日子，自家由女地呢啲，又加兄弟姊妹，享受上帝嘅愛，阿們。要上帝嘅愛本自家最特善嘅人，阿們。自家要主耶穌頭先講到咪？上帝嘅愛，自家施就上帝，要上帝，自家要和平，要上帝，自家要快樂，要上帝，自家每日都特善嘅樂，阿們。所以見當照自家準備自家嘅心，自家要挑心，莫想自家無卡，莫想自家嘅問題，莫想自家嘅各樣嘅痛苦，見當照自家嚟上主耶穌嘅愛，阿們。因為主耶穌冇表係自家，嚟上兄弟姊妹自家起來，嗱自家笑起來，自家嚟禱告。我親愛嘅天父，在耶穌基督名，感謝一個恩典，感謝一個恩愛安排本嘅到啥，見當照那愛到啥後來到你係主神愛到啥，所以愛到啥最特富嘅人，愛到啥後喜樂，在耶穌基督嘅裡面，見當照那愛到啥切切嚟喜樂，愛到係強，愛到係笑，愛到嚟讚美，愛到嚟敬拜，感謝你主耶穌，我相信見當照要提防門發生，要上帝嘅先將發生，每一集上帝嘅聖言見當照嚟嘅，要渴慕嘅，要妒忌嘅，上帝做先將，感謝你主耶穌上帝，自家相信，自家係切切嚟喜樂，自家切切嚟講，阿們。破少主耶穌上帝，我小兄弟姊妹慢慢操進去啊！
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上帝。因为上帝是最大，一条线在讲上帝他。因为爱到敬拜你，上帝做會安奇妙，來用有也改名字，因為上帝係最大。為愛到敬拜你，上帝做會安奇妙，來用有也改名字，拉加蘇。為
cho xin lại kinh bài Giêsu. Hallelujah. Xin ca cho xin lại kinh bài ca song ti. Ngài kinh bài Giêsu. Ngài kinh bài. Xin ca tổng ngài ơi như Giêsu. Ngài ơi như Giêsu. Ngài ơi như Giêsu. Tiếp theo xin lại một Giêsu thang. Ngài ơi đi Giêsu. Ngài ơi đi Giêsu. Ngài ơi đi Giêsu. Giêsu tại ca chiến sĩ Ngài ơi đi Giês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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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ài ơi đi. Xin ca lời cộng Hallelujah. Xin ca sẽ chịu kẻ lời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隆重嘅睇一啲團嘅見證，透過福音傳出去，購物福音，購物隆重一嘅回應，為了我哋車接到一嘅法，我哋要得勝嘅路，我哋要平安嘅路，要快樂嘅路，奉耶穌基督嘅名，我哋感恩，我哋禱告，即刻車嚟講。小分析咖喱班對大量嘅，哈利路亞平安隆重向住是咪？建築恭喜聖誕啊！我相信話上帝看隆重姊妹嘅心，按照日渴慕嘅心，按照日熱心嚟到呢啲嚟世界嚟建築主耶穌嘅生日，阿門。因為當咪嗱，我啲今日多節家當然。thần rắn chết hay mà na nà thần rắn chết hành lành như tao cái phụ hết như tao hát lại tao giá số sống tới cái miền sơn ta mày na chính bị giá số kí tụ cái ơi nên kêu phi phụ thì cả lung tung không thì gì mày biến chuyển nhận cái thần rắn amen một giá số cái ơi thì cả một chuyển nhận cái thần rắn hay mà na dù giá số cái ơi lấy cải biến thì cái sim thì cả hiểu dùn dần hiểu thân dần tùy gì lung tung không thì gì mày tùy gì lung tung thì cả xin thì phân điều hiểu thân dần ta mày na nhưng bị giá số cái ơi phi phụ thì cái sim biến thì cái sim thân dần amen hallelujah nè ngài xong xin mới trả thì cả liệt từ sau anh dù khai lá dù chính xin dù hình thế dù phân hệ amenทำไมนะยิ่งบุษกากินโชยาสูกิตุกายสร้างเง็ดอาเมนเห็นไหมนะสินตันช่วยกองดอสองตีแกอ้อยอันไถตุสิกาเมตตาจังกองดอสิกาเลยโซจิไก่จิตช่องเจ็ดมุใช้กาจกสินซ้ำคู่ใช้กาเลยฟันเหเช่าเขากาอาเมนทำไมนะยิ่งบุสินตันตัวให้กินโชสิกาไก่จูยาสู2000年前สิเลยตัวเสกเกนชุดเสทำไมนะยิ่งบุแกอ้อย十分睇對世界隆重人類，佢啲世界人類冇能夠去呢遠人嘅地方，冇透過佢嚟到世間見大世界。但係呢，認為世界人類本有嘅罪惡態度嘅方面，佢嚟到世間，佢就嘅解決世界嘅罪惡，解決了萬人相信其實得到嘅最好嘅恩典，得到嘅最好嘅恩典。阿門，哈利路亞。嗱。世界相信耶穌，咩大唱講得到永久嘅生命超好了，超過㗎，阿門。講一及一啲超過得到永久嘅生命。嗱，就世界嘅講到嘅今日嘅聖誕嘅節目，都係講我耶穌基督嚟本世界入票田，阿門。耶穌基督嚟本世界入票田，票田乜嘅呢？因為是個世間你喺度按到冇票田係冇นะ按到冇票田，自家嘅歡喜冇票田，自家嘅快樂冇票田，生下自家嘅頭腦冇票田，自家嘅工作冇票田，生下公婆冇票田。我希望自家你聽嘅隆重嘅要票田讓公婆睇頭掉落，阿門。哈利路亞。嗱，自家大概係今日睇呢個約翰福音第10節一個俾讓人講到，約翰福音第10俾讓人講到，一個福音都係講到耶穌講，我來就係為了本意都得到生，然後本意都得到日節嘅豐富。把啲佢來本時間得到生嚟講，把啲要生用時態係冇啦，係冇時態嘅公司又嚟本時間生啦，嗱。我睇先講，聖誕超過世界講我得到永遠嘅生命，理解最重要世界係分面。耶穌嚟本世界為咗得到生，本世界生嚟講，berarti表示要生用時態啦。
sama kita pun jika fungfu pun jika fungfu berarti biểu hiện còn jika si sang mau tetap fungfu lah ya phân mình sai còn hallelujah nah thì dịch phật giáo bên chủ gia sư thì dịch jikaช่วย講到上帝來本jikaกับ上帝嘅溝通變生起來กับ上帝來去變生起來但係呢因為幫ไป上帝創人之時創到阿當嘅阿娃之時要熱讓事實一個溝通事實上帝กับ呢個人類阿當กับ夏娃之間人一個溝通一個聯絡事實但係呢因為出呢個創世紀第26節按用人講到上帝本命令呢個人類按到阿當กับ夏娃佢講隆重啲真道嘅講，你可以識，但係要theo講，你唔好識。佢講識了嘅ที你接喺第17節，呢個你theo講，你唔好識，識了你標點事實。佢講，表示呢個上帝命令本一個人類第一人喺真道要theo講，你唔好識，識了你標點事實。上帝嘅話講，嗱呢個亞當本呢個暗下令。中島變識到呢條歌，識到呢條歌表示嚟講呢個第二日人摘取犯落罪惡嘅方面，但係呢因為佢棒탕冇就上帝嘅命令行，含你冇識一個，你識明明上帝講嘅啲，你識一個標點嘅事實，係咪是咩講因緣事？嘅溝通กับ上帝嘅聯絡事實，分明？嗱，所以今日見出一個耶穌2000年前嚟到世間，用愛來為了你得到生就係你哋幫別人從第一人一個溝通กับ上帝已經事實，到溝通事實意思冇聯絡，到舊一顯到上帝嘅面前，กับ上帝講乜嘢講到上帝嘅面前，因為本隨撇hết。耶穌基督來叫愛來為了你得到生，係咪生啊？其實就係本自家得到กับ上帝嘅聯絡生起來，自家嘅禱告能夠去到上帝面前，自家能夠來到上帝嘅面前，係佢天父，阿們，係超過原人嘅生命啊！自家其實係得到原叫嘅生命錯，但係要超過㗎。切格得到กับ上帝溝通生起來，就กับ上帝溝通生起來，你禱告買東西都好，你討買都好，你去快樂，去歡喜，你家庭都平安，佢本你富邦嘅平安，本你快樂富邦。但係呢，因為到切格กับ佢溝通要生起來，唔係本隨便睇，唔係事睇。屬靈嘅方面對上帝幫ไป事實，本日取爛hết，是更冇能夠嚟到上帝嘅面前。但係耶穌基督嚟了世間出世，4歲10時間，為了咩呢？為了自家嘅人類กับ上帝有溝通變生起來，กับ上帝嘅聯絡變生起來。阿門。自家嘅責老人生下กับ自家社會。bởi dù muốn thì mẹ tao apa các gì các lại gì phải trả mua còn bay cho sự phát sinh nào sự gan sự thằng nào gan lý sao phải lý thế sự apa các gì sang hai sang lại gì bằng thằng ngày đen tia sa chó但係sự các tí sự phát sinh lại gì các apa sự mỏ và tia hay dinh gì lui cái phong men và hay dinh gì mày phong men yêu của con nhà hay mà na apa các gì các trả lại gì xong ao léoใช้các cái溝通變唔磨合係咪呢？冇好聯絡กันxong gì đóที่แบบเมียนเมาไม่คนกันเมียน係咪นะ要單ทำไม因為到嘅溝通事實係咪呢？耶穌基督來世間恢復阿爸嘅心，恢復自己嘅心，係咪因係趁一路嚟行？自己阿爸嘅心恢復了，一個溝通變生起來，聯絡變生起來。
所以自家做上帝嘅阿仔，阿哥也好，阿叔也好，羅太也好，阿姐也好，阿子也好，羅妹也好，要家庭嘅，兩公婆五毛嘅，去悔改，去就上帝嘅命令嚟行，要上帝嘅愛呢度，你兩公婆嘅感情，兩公婆嘅平安，家庭度嘅平安，能夠生起來，可能。要幾日時間，説時睇你隔兩公婆嘅事溝通，可能咪要吞hết，可以摸就安全呢兩三嘅兩公婆嘅，呢兩公婆唔合唔摸，因為到攞了要超收了，或者要用錢。幫拜大愛錢，後水溝也講香，你一攞了叫佢超收。啊！咪係兩公婆，前來冇溝通嘛。但係耶穌基督嚟，讓你兩公婆恢復你嘅心。阿神也同佢講，兩公婆嘅合作生起來。阿門。哈利路亞！嚟曬分面再講哈利路亞。哇！berarti long總分面kan？啊，哥羅西爾13節有人講到。哥羅西爾13節，按用人講到，佢講呢經節，你也啲樣妄自私，即刻時勢反對上帝嘅命令，透過提議人，傳下這個籠中人都變成跌落罪惡，籠中人心中道理要隻五毛嘅心，下下咪做錯，下下咪自私。佢講透過呢一個反對嘅統案嚟，半切家傳下半籠中人，呀變成切家。也跌落罪惡嘅人，嗱，哥羅西爾14節咁樣講到，佢嚟出場切家嘅罪惡嘅方面，因為人犯落跌落罪惡，變成了上帝嘅鐵力量，變上帝嘅小羊亦係冇有權。但係呢個經節講，佢嚟隔呢一個我當嘅事，變到即刻分撇唔冇了，耶穌基督嚟大家出黑。意思係十字架，大家抌hết一切嘅錯，一切嘅罪，佢死了復活，係咪人相信佢啥？即刻กับ上帝嘅溝通變生起來，กับ上帝嘅聯絡變合作起來。咩事幫白事加安人，離開上帝，唔啲不要上帝，係咪呢？因為本啲罪惡撇開，人世間喺度簽唔到，也不要上帝。戰爭嘅上帝，錯天錯地嘅上帝，但係透過佢嘅愛安排，在約翰36節樣講到，透過上帝嘅愛安排，對於呢個陽間呢個人，佢派佢嘅單隻阿仔，都係按照耶穌基督，萬人相信佢啥，唔係得到處罰，但係得到永遠嘅生命。阿門。哈利路亞。2哥林多57按樣人講到一個經節，jadi結果係咪人在耶穌基督內中都會變成新嘅人，新嘅人意思係新人了老嘅即刻過去，等佢過了嚇，老嘅唔餓嘅啊，要除嘅啊過去了，係實在耶穌基督即刻變新嘅人，透過上帝火是即刻嘅罪惡。你看一個經節按樣人講到2哥林多58。隆重熱切一都係從上帝嘅嚟，透過基督火使即刻嘅除隔上帝，因為即刻要除熱冇除嘅人嚟火使，都係耶穌基督冇除嚟就世間47世界火使人類隔上帝，火使呢個除惡嘅方面，火使了即刻能夠嚟到上帝嘅面前，阿門，哈利路亞。嗱，這樣人即刻相信。耶穌基督係個救主，係個上帝，因為佢來了世間，出了即刻嘅罪，火使了即刻嘅罪惡，個天父即刻能夠得到嘅最後嘅恩典。哈利路亞！分面就破小本上帝。嗱，第二就係講到基督來本個票田，都係票田擔保即刻得到永遠嘅生命。提醒耶穌基督來火使嘅即刻。隔上帝變咗溝通，火是即刻嘅溝通隔上帝，透過基督嚟即刻隔上帝嘅聯絡，
變生起來。第一對家，第二即刻得到永久嘅生命。阿們。第一即刻甲上帝溝通生起來，第二得到永遠嘅生命。因為到出呢個羅馬書5第8節咁樣講，但係上帝獻出一個愛，當即刻要隨之時，透過耶穌基督佢獻出一個愛。其實佢獻出一個愛，當佢來世間是世世時間，佢獻出一個愛，即刻係要隨嘅嚇。萬人相信佢，即刻嘅隨，伴佢出體。佢唔會順時即刻嘅隨，阿們。嗱，第二要擔保即刻得到永遠嘅生命，但係呢，在約翰35節咁樣講到，每一個人相信佢，佢本是家嘅權利做佢嘅兒女，阿們。哈利路亞。約翰福音35節，每一個人相信佢實得到永遠嘅生命。過了約翰第12節啦。每一個人相信佢得到一隻權做上帝嘅兒女，萬人嚟做上帝嘅兒女，阿們，哈利路亞。嗱，信任耶穌基督，即刻嘅天父，即刻嘅上帝，即刻嘅救主，即刻做嘅兒女，即刻得到擔保永遠嘅生命，或得到即刻嘅甲上帝嘅溝通，變生嚟聯絡，變生起嚟，即刻要何謝天阿爸，即刻説嘢，透過耶穌基督嘅名，阿們。嗱，透過呢兩解，然後即刻甲上帝嘅溝通，甲佢火了生起來，過了即刻變一人啦，即刻得到咪？睇新家要講哦，第一變生，第二得到豐富，係咪豐富呢？即刻嘅平安豐富，望白即刻猛得到耶穌基督猛做嘅人啦，即刻嘅平安，生下平安，生下知道天，生下知道驚，生下知道唔好平安。係咪呢？下下熱錢，過下熱前鋒。但係你信任了耶穌基督，即刻得到永久嘅生命，即刻甲上帝嘅溝通生起來，第一即刻得到佢嘅豐富嘅平安。而是佢嘅平安，nem在自己嘅心中咧。阿們，佢嘅平安在自己心中咧控制自己嘅心，nem係豐富人出。所以生下自己有問題，有痛苦。但係自己心中還是要平安，靠在上帝本自己嘅平安豐富嘅平安，阿們。嚟曬説經過兩年次代，你心中你哋有問題、有痛苦、有不適，但係自己心中還是要豐富嘅平安知道是啦。時間嗱，當然説因為嘅經節講，佢本自己平安，在約翰福音14:27節，耶穌講：我傳下本你嘅平安。唔從世界裏嚟平安，阿們。約翰福音14:27咁樣講，我將本嘅平安，唔從呢世界本你嘅，唔好少一個心，一個心也唔好擔心。上帝留下呢個平安，你下生財兄弟姊妹，去漸漸打開心嘅接嘅平安啦。你接我嘅平安，要豐富嘅平安，要痛苦，要不適，要腳要煩，但係你心中你啲豐富嘅平安，阿們，哈利路亞。嗱，得了嘅豐富嘅平安，然後第4節，耶穌基督來比較表現，得到咪？得到豐富嘅喜樂，提升平安，你係要喜樂，萬一係喜樂係歡喜快樂。我相信自己唔係用少少，有啲人用少少，冇就喜樂。但係上帝本嚟嘅喜樂，豐富嘅喜樂，豐富嘅喜樂意思，心中對呢個喜樂盤連出，冇超，但係因為從上帝嘅來嘅喜樂，唔係從是召會來嘅喜樂，唔係從xã會來嘅喜樂，但係呢個喜樂及呢個平安，從上帝嘅來都係永遠嘅。冇貪冇切也冇超，阿神也相信嘅，人們嘅範圍嚟行，你得到豐富嘅平安，也得到豐富嘅喜樂。這樣人自己係相信主了，得到嘅喜樂，豐富嘅冇超嘅。我相信每個人望拜望要聽到上帝嘅範圍，自己嘅心中思想。生下要喜樂，生下要瞓，生下要腳，上冇路行，你索叫到兩，計勁唔開，你勁唔開，
但係是家要做嘅人，是家睇嘅凡意嚟行，雖然有問題，所按能解開，但係你嘅心中要喜樂，要平安。然後是家禱告，嚟嘅面前，家嘅溝通，佢本意聰明智慧，解開路本意行，破潮奔主耶穌。説經過兩人，要緊，阿門。嗱，還有5分鐘，開始開。哈利路亞！你看呢個約翰福音15第11節，隆重愛講義啲上帝講，為了乜解？我計開心快樂，黏從你心中嚟，讓班人上帝嘅喜樂快樂又黏喺你嘅心中啦。當然是個照佢嘅法嚟行，照佢嘅命令嚟行。相信佢，是家嘅救主，是家得到佢嘅豐富嘅平安，阿門。歡迎在破石本上帝講哈利路亞。哇！見當朝啱多，用介是家兄弟姊妹，我相信提住嚟也要你得到佢嘅平安，得到佢豐富嘅開心快樂，阿門。哈利路亞。Jadi hidup milen pun sika yang pan sika yang tak tahu kia 豐富嘅開心，佢嘅約翰福音15第9節有人講咗，從天父寫記有人講，切家也係相寫。嗱，所以你係得平安快樂，係就上帝嘅面嚟行，兩公婆係好好得歡喜平安快樂，大家係相寫，係相隨人良，阿門。兄弟姊妹及一念沙，大家親切朋友，愛相寫相隨人良，熱天嘅心中得到佢嘅快樂，得到佢嘅喜樂。阿門。但係自家唔係特想下唔特到呢個喜樂，特到呢個平安，因為自家嘅心唔係人良人，也唔係照上帝嘅法嚟行。上帝嘅法講你相寫，兩公婆相寫，18個子女相寫，兄弟姊妹大家相寫，相隨人良，佢嘅平安，在你心中嘅盤人出，豐富人出。阿門。哈利路亞！兩公婆生下高了，知道摸住隻豐富嘅平安，豐富嘅喜樂，但係呢，世界五人數，世界慈悲，唔係相信人良，唔係相信石，係嗎？啊，你知嗎？冇認錯。世界是有悔改，跟當做談了上帝嘅反應，因為上帝係俾世界豐富嘅平安，豐富嘅快樂，豐富嘅喜樂，就嘅法嚟行相寫。阿門！各兄弟姊妹大家相寫，相信人良。阿門！相分明晒，分明愛講咪晒講哈利路亞愛愛，哈利路亞加熱計，然後自家得到咪？自家本嘅豐富了，自家กับ上帝聯合了，因為自家相信耶穌基督，聯合了กับ天下爸，然後自家得到普天嘅永遠嘅生命，然後呢兩個得了，自家得到永遠嘅豐富嘅平安，豐富嘅開心快樂，呢節計很要重要，得到咪？豐富嘅愛，愛盤人出，心肝度呢盤人出。啊！撒切家係就上帝嘅法嚟行，你心中度呢啲愛盤人出，阿門！哈利路亞！其實上帝嘅愛嘅心肝度呢盤人出，當切家係就家嘅法嚟行，你嘅愛呢盤人出，豐富人出，阿門！看日談福音，所以呢個你約翰1第6節按樣人講到，呢就係佢嘅愛。就係你隆重一切世間裏愛就家嘅命令啊！睇真上帝嘅命令講咩？你隆重兄弟姊妹愛相寫啊！你愛你心中度呢嘅愛盤人出，你兄弟姊妹愛相寫，阿門。嗱，然後你愛一切世界嘅愛你哋，唔好離開上帝嘅愛，心肝度愛思想要上帝嘅愛。雖然自家看到生呢隻人激自家，呢隻人滅自家錯自家嘅道，傷害到自家嘅心，但係講你心中度呢啲上帝嘅愛，你看到呢一人滅你痛心嘅，係道要耶穌基督係，
nhà cái ỏi hiểu phun nền chốt hiểu tổ cầu bên kia hiểu trụ phụ kia hiểu nhân đường kia amen giọt hòn phụ diêm 13-34 节 anh nhong còn đó ngay phun như chỉ cái miền lên sĩ tò như tao lung chúng ở sông xá sông ngay xá như tao nhìn nhong nhân gia sư còn gia sư song ti xá chỉ cả tao nhìn chỉ cả chấp điều kia cái xá chỉ cả cái sim trung tụ lệ châu cái miền lên hang bùi đó chỉ cả cái sim trung tụ giặc ơi hiểu phát xuất hết phun nhìn họ tết chú hệ còn nhí bằng thằng mấy châu song ti cái miền lên đấy hang nhà cái sim trung tụ đi mua hang song ti cái ơi nhà sim trung tụ lý chi đầu du mỏ nhiệt héo chủ phong đi tụ và chặt khít biến sang bởi song phèn所以心肝道理莫變咗同心，對於隆重兄弟姊妹，對於公婆，對於自家親戚朋友，心中道理莫變咗同心，莫變咗結心。一個上帝嘅愛充滿咗一個心中，一個愛發出去，愛人兩人愛相愛，一個愛豐富人出，你熱天得到快樂，得到平安。阿門，哈利路亞。嗱，聽兩人自家愛。相信耶穌基督啦，因為自家盤結親密進去กับ上帝嘅溝通，自家得到永久嘅生命，平安豐富人出，開心快樂豐富人出，自家嘅愛豐富人出，人人透過自家嘅生活中，佢得到上帝嘅愛，透過自家做出嘅，阿門，哈利路亞。嗱，透過呢個聖誕，睇身要加上5樣。ngài tin đâu kỳ tết,但係我相信神靈未提醒自家。嗱，對於隆重人相信了主嘅，遠遠地相了拜主嘅，兩有寫信主嘅，呢個信心唔好交通對於耶穌基督。但係呢，因為世間唔容易，按照各樣明明自己信心咗，明明自己離開上帝，但係。今下我係講隆重兄弟姊妹聽，透過啲聖誕，上帝讓他們自己透過僕人，一個信心唔好就賺揸本，阿門，哈利路亞。第二嚟講，呢個機會，本隆重兄弟姊妹將提熱靈嚟參加呢一個聚會，提熱靈打開心入上帝嘅恩典，嚟打開心本上帝恢復一個心。กับ上帝嘅溝通聯合在一起，你有謙卑嘅心，你打開心，本上帝嚟落你心中度，為了咩？為了你กับ上帝嘅溝通，กับ上帝嘅聯合，恢復在一起，你要嚟到上帝嘅面前，要禱告，上帝要答應，然後第二你得到嘅永遠嘅生命，第三嚟講，你得到嘅豐富嘅平安，第四嚟講，你得到嘅豐富嘅快樂，第五嚟講，你得到嘅豐富嘅愛，喺一心中度咧，一處嘅本隆重兄弟姊妹嘅機會，透過經當照嘅聖誕嘅聚會，大家起來。上帝早會安
一嘅心，隔啲上帝聯合在起一嘅溝通，係講你打開心，你心講到你講上帝嘅愛打開心嚟判你落壓嘅心中。第二嚟講，你信任了上帝嚟講，你得到永遠嘅生命。第三嚟講，你得到豐富嘅平安。第四嚟講，你得到嘅豐富嘅歡喜快樂。第五嚟講，一個心中你得到判斷出嘅愛，係講隆重兄弟姊妹最重要一個將來萬有真正相信主嘅，連你打開心，愛禱告本你，上帝你打開一個心，本你也強逼嘅心，來聽一個路，一個豐富嘅平安快樂喜樂，充滿落佢嘅心中，一個愛豐富落佢嘅心中，因為呢係佢強逼嚟信任你，耶穌基督嘅叫做第二個屬靈嘅方面，跟你上帝溝通，恢復咗你生意嚟，然後佢得到永久嘅生命。兄弟姊妹，可以聽我禱告，最重要嘅先嚟嘅，先了啥？一個信心係揸滿滿冇病痕，你也可以聽我講，主耶穌，隆重聽我講，你嚇為你啲肥料，睇下前節變了，你咩變現？主耶穌，我需要你，我啲你想愛，你嚇我愛。一個溝通和天賦聯合在一起，伙事在一起，透過你下，我打開心，宣言，我打開口，宣言，耶穌基督死了復活，贖我從罪惡嘅方面，從疼痛嘅方面，我打開心。心靈落我心中，恢復我嘅心。我理下，我信任了耶穌基督係我救主，係我上帝，係我天父。我相信我得到一個平安，得到一個喜樂，得到一個愛，豐富出。感謝你主耶穌，阿門。我禱告不隆重人。來次回嘅，嗱日日盡心見拜主呢一隻家騰，日團呢一個跳舞。
在黑暗中，我们等待，没盼望，没光明，直到你从天堂奔来，你眼中满有怜悯，为应验律法和先知，真道出自童真女，从无限荣耀宝座上，降在无悔马槽里。赞美圣父与圣子，赞美圣灵三一神，荣耀真神至高主，赞美又归于万王之王。为这些你国度降临，世上的余生和好，为收回你所造万物，你甘愿承受虚假。当你还在苦难之中，也看见前面喜乐，引以为要拯救我们，耶稣你舍出生命。赞美圣父与圣子，赞美圣灵三一神，荣耀真神至高主，赞美永归于万王之王。在复活的清晨，众天堂屏住呼吸，直到石头被挪开，羔羊胜过了死亡，死去的圣徒复活，天使都敬畏站立，但愿前来的灵魂都回归天父身边。基督的教会诞生，圣灵点燃了火焰，这亘古不因真理不衰退，不妥协，因为他宝血生命，我的自由的释放，因耶稣基督的爱赐给我复活生命。赞美圣父与圣子，赞美圣灵三一神，荣耀真神至高主，赞美永归于万王之王，赞美永归于万王之王。耶稣上帝，在破小本耶稣上帝，哈利路亚！歡迎我弟兄姊妹，天下就歡迎我，歡迎在破小本耶穌上帝。即刻嚟講哈利路亞，哈利路亞，一次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上帝介入。時間講弟兄姊妹聽，依家改變了，我用啲姊妹，無用應可能，由來歡快接近。
หาสิกันชิกายลอยปุ่นฟงเฮียนที่ยงจีมวยฟงเฮียนยิบลอยสินฟงตัวฮีสันฟุยชีซีที่ยงจีมวยฟงเฮียนยิบจอนเสียงตัวฮีช่วยปล่อยมวยไก่ส่วนวัยรุ่นตุ้งกุ้งเกี่ยวหิที่ยงจีมวยสินตันไข่เลาะกะสิงยันไข่เลาะสองตีจูฟูที่ยงจีมวยหักข้าจีฟุยมุจะไปเลี้ยวสี่เดียมจังยันเสายันชีฝอยมุจะไปเลี้ยวเดียมปานอัมเทลชิกาสินทองยุ่เหลืองลิ้นชีฝอยลิไปเน็ตที่ยึดถอนกิ่วเดียมที่ยีถอนเลี้ยวเดียมอัมเทลสองตีจุฟุไทยเชก้าฮาเลลูยาขอเสียงว่าสิกาแกลงจงตัดต่อสองตีแกโฟเฮถ้าหาได้ยินพันฝอยสิกาชดมันชดหมอนยองเป็นถ้วยชดมันได้ชดเนี่ยชดสิกาอยู่ฟัดฟอนได้เรียกแกมตัวฟอนคนที่นักจอนี่เซนไอ้การติดเสียอย่าง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เรียกสิกาจุนพีสิกาไก่ฟุงเฮียนสิกาเลยเคี่ยวเลยสิกาเคี่ยวสิกาฟุงเฮียนเลยงาเช่นไอ้กระเทียนฟูกำเชียนีจูยังไก่เอ็นเดียนสิคนไทยกินยิดทอก่อนเรียกไก่ชินตันไก่เจ็ดมุกไงตัวสากำเอ็นไงตัวแน่นไต่เรียกไก่ฟุงเฮียนเลยเรียกไก่ฟุงเฮียนนะใช้สองที่ไก่เมียงชินเสียง做主嘅工作，佢哋感謝義主，但係到時間徛好時為時間接上帝嘅恩典，主耶穌感謝義一個恩典睇，該我都也要滅要息，隨耶穌基督嘅名，攏從息嘅佔嘅，我隨耶穌基督親情，信仰我嘅身體得福，感謝義主嘅都徛好時嚟接一個恩典，一個平安，一個快樂，充滿我嘅內心中，以使以復活，以每一個愛安排俾我到啥。ไม่ยินเสียงสิ่งนี้ซะแต่ตัวยืนยันกับสังเมียชินลิ้นชินดีใครก็ยุ่งติดสิ่งใหม่ชินชอชีช่องอยู่กับที่กระทุ่มใจไอ้สิ่งที่ตัดสินใจรู้ฝุ่งยาสูบกินตุกกันยังสิ่งที่ใช้ทะเลของอาเมนเกี่ยวหิชินอันไทยล่ามันอันโลกก่อนที่ได้กินกันมันได้ชดทำเราอย่างเช่นนั้นไงฟันกองที่ยุ่งจีมงทั้งจิตกายจิ้วซ้ำกายชีฝอย25หอจิตใครตัว8點ทีนี้ตัว11點อาเมนตัว6點呀สิกาเลยทำการอาเมนฮาเลลูยา祝福你圣诞快乐